国内观光业务卡手是真欠，政府嘛当个评估讲，敢要来开放外国移工。早起立委甲民间团体就开记者会，因呼吁政府应该爱先改善饭店低薪过劳的劳动条件，唔通想要开放移工来解决问题。甲被单、曾经甲枕头布拢总换新，防务人员把握时间，甲退房了后的房间赶紧变好清气，迎接后一组的人客。最近旅宿业真正化工欠工，希望政府会当开放移工来解决卡手无够的问题。早起立委王婉如甲民间团体召开记者会，做伙表达强烈反对旅宿业开放移工的立场。租业一方面说房屋清洁人员的工作很辛苦，没有人要做，但那么辛苦的工作却只愿意给很低的薪水来聘人，然后还看到很多人来应征，业者却连面试的机会都不给他们。王婉如表示，针对欠工的问题，劳动部顶一日推荐5300外的人去引头路，不过落尾手业者敢若录取400外的人，等于是超过90%的人拢无互录取，其中35%引头路的人根本就无收到面试的通知，质疑旅宿业敢真正欠卡手。劳工团体嘛讲，旅宿业者伫疫情的期间，向政府要求大量的补助，不过疫情了后厝价大起，煞无反映伫咧劳工的薪水。未来若真正开放移工，会冲击到青年就业，打压产业的升级。现在的业者他不愿意提供劳动条件，他反而是以说青年不愿意从事为理由，要求开放移工。那我们认为这一方面是剥夺青年的就业机会。一旦旅宿业、房屋开放移工，那餐饮业也要求跟进。那接下来各行各业都说，我们缺工啊，我们要移工，我们本劳的工作权到底会转到哪里去？民间团体强调讲，目前国内当时观光旅宿业劳动环境清点检讨重要的时机，政府相关单位应该赶紧辅导业者转型升级，唔是用开放移工的方式，让旅宿业的劳动环境愈来愈歹，让薪水低的问题继续恶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